香港長者們，如果你需要深圳、廣州等內地嘅醫保，呢份說明希望幫你更安心地了解你完全有資格、有權利買廣州嘅醫保。無論你係70歲、80歲，甚至90歲以上，只要你手上有港澳居民居住證，就可以去買廣州居民醫保，冇年齡上限，亦唔需要退休證、收入證明。我哋見過好多80多歲嘅長者，舊年剛買咗，今年就用到門診翻錢政策，係為所有人打開嘅。2026年，你個人只需繳549蚊，平均每月唔到46蚊，但政府會為你補貼超過1000蚊。換句話講，你出嘅錢連總費用一半都唔到，呢筆錢可以換到住院、慢病、大病嘅全面保障，花得少，保得多，係真真正正嘅實惠。喺社區醫院住院，最高翻85%，喺三甲醫院住院都可以翻60%、70%。糖尿病、高血壓等30種慢性病，一年最多可以翻33.9萬蚊。如果自費部分超過1.8萬蚊，大病保險仲會再幫你翻最多45萬蚊。呢啲唔係宣傳口號，係醫保目錄入邊白紙黑字寫住嘅待遇。內辦公室資訊：國貿地鐵 A 出口嘅深圳嘉里中心。